各位波友大家好，今日奶茶嚟到中環 Air Jordan 嘅旗艦店。嗱，各位波友大家都知㗎啦，其實呢，我除咗打趴球之外呢，其實我都係籃球嘅球員啦兼教練，我亦都本身係真係好鍾意 Air Jordan 呢個 brand 嘅。喂，帶大家睇下啲新鞋先，好嘛？嗱，最高峰時期啊，奶茶係擁有我諗多過20-30對 Nike Jordan 嘅。好嘅 Air Jordan 啊，嗱咁其實而家咧，今年咧係 Air Jordan 40週年 ，OK 咁啊 Air Jordan 咧而家已經係出到第40代㗎啦。嗱咁呢對咧就係新出嘅 Air Jordan 40啦，咁啊呢個係亦都係最原始嘅 Chicago，OK 嗰隻色嚟嘅。嗱呢度咧都擺咗好多唔同嘅 Air Jordan 嘅系列啦，嗱咁啊包括 Air Jordan 第5代嘅 OG 啦。呢兩隻嘢都係好 classic 嘅一隻顏色嚟嘅，尤其是呢隻 Chicago，OK 啊，我曾經都有過呢對鞋嘅。嗱咁呢對咧就係最特別嘅，係 Air Jordan 11代 Special Edition 係 for 40週年嘅。坦白講，Air Jordan 11 bis 11代啦，係最 typical 亦都最 classical 嘅，對我嚟講啊，亦都係奶茶最中意嘅一個系列。咁 Air Jordan 咧，除咗有高筒之外啦，其實亦都有低筒嘅，係啊。嗱，容許奶茶貪心少少啦，高低筒我都中意嘅，啊低筒有低筒嘅舒適度，啊高筒嘅亦都有高筒嘅嗰種型嘅，係啊。所以我兩個唔同嘅款我都中意嘅。OK，Air Jordan 第6代 Retro White，OK，咁啊呢對鞋最特別係咩咧？係個扣啊！嗱，如果大家有睇過日本漫畫《男兒當入樽》，OK， 一個殿堂級嘅漫畫系列啊，咁啊櫻木花道咧就係着呢對鞋嘅，不過着紅白。嗱，咁其實咧 Air Jordan 咧，其實都不斷演變嘅。嗱，包括咧其實佢而家咧，大家以為睇，出翻 Air Jordan 14喎，係14，但係Golf 嘅。你睇下，其實不斷係咁演變緊嘅 Air Jordan 成個系列。咁啊，其實亦都有好多嘅當打嘅球員啦。咁其實都係着 Air Jordan 嘅。咁佢哋咧都會有自己嘅個人嘅型號啦。嗱，包括奶茶最中意嘅 Luka Doncic。嗱，好多波友咧成日都話：喂，奶茶，你一對熒光橙嗰對 Air Jordan 好型喎，其實就係 Luka 第2代。奶茶咧，我想同你講咧 ，Luka 啲鞋咧出名好着嘅。以咁嘅價錢嚟講咧，性價比係非常之高。OK， 好舒服，好舒適。同埋咧，因為我隻腳咧比較闊少少啊，所以對我嚟講咧就非常之適合嘅。好，另外一對 Tatum，OK， 效力波士頓 Boston Celtics 嘅 Tatum。咁佢對鞋咧就會比較窄身少少嘅。OK， 呢個亦都係 Tatum 嘅第4代嚟嘅。而家咧其實好多球鞋啦，已經好多顏色㗎啦。啲講緊10幾20年前嘅根本冇可能係會有呢啲色嘅，因為點解啊？唔會出㗎。但係而家就好 colourful 嘅。仲有 OK 效力鵜鶘隊嘅 Zion 呢個第4代，不過咧佢將會出第5代㗎啦。Zion 啲鞋都幾好着嘅，係啊 Zion 第1代我都有仲 keep 到而家。咁佢對鞋都比較闊身少少嘅 ，which is very good 嘅。咁當然啦，Michael Jordan 嘅系列嘅亦都有好多嘅小朋友嘅鞋啦，係嘛？如果你有真係for example，你真係有小朋友嘅。哇，其實幾型㗎喎！小朋友着一對，你自己又着一對，係嘛？你另一半咪着一對，咁啊全部都係清一色，全部都 Air Jordan。好，我哋而家嚟呢邊。咁啊，哇！原來咧 Air Jordan 咧，除咗出鞋之外咧，其實都有好多嘅唔同嘅鞋嗰啲嘅 accessory 啊！哇！你睇下，包括嗰啲鞋帶啊、鞋扣啊，呢啲咧，呢啲扣啊，喂，
唔貴喎。我坦白講，我梗係想要 Air Jordan 第一代啦，第一代啦 ，OK， 11啦、12啦、13啦 ，OK， 第4啦、第5啦、第6啦，全部都係奶茶嘅至愛嚟嘅。哇，甚至咧而家有出埋呢啲咁嘅扣針喎，係啊，喂，攞嚟放3部，你真係有陣時係出去開會帶條呔，喂，整個 Air Jordan 扣，哇，其實好型啊，成件事。仲有貨寵物嘅一啲嘅 accessory， 非常之好。咁仲有喎，其實而家咧係可以去到呢間嘅旗艦店咧，其實咧係可以印香港啊 Air Jordan 嘅 logo。嗱，呢度有部機啊。好，咁啊，小編咧，不如奶茶啦，我再嚟到呢度啦。我係 Air Jordan 嘅忠心 fans 啦，咁其實咧都不斷睇到佢不斷進步啊，不斷演變嘅。咁啊，除咗出鞋之外咧，其實咧佢嗰啲袋咧，其實而家咧係非常之高質素，同埋好 fashionable 啊，好 trendy 啊，好型啊！你睇下拖鞋都型過人嘅，哇，幾舒服嘅喎。By the way， 我想講咧，有陣時打完籃球咧，或者打完趴球啦，隻腳其實係有少少焗，有少少攰啊。你着翻呢啲咧好鬆身嘅拖鞋咧 ，with 一啲 air 咧，其實係個感覺非常之正嘅，係啊。我最 surprise 就係咧，而家 Air Jordan 咧係會出呢啲咁嘅 golf 嘅系列咧。喂，坦白講，有陣時候，當然你就算你唔係打 golf 都好啦，有啲 business 嘅 casual 嘅嘢，喂 ，Happy Friday， 你着件着條牛仔褲，着件 Air Jordan 嘅上身衫，哇，成件事幾咁完美啊！好，咁啊，今日奶茶咧喺中環 Air Jordan 嘅旗艦店咧嘅報道咧就到此為止，咁啊，大家多多嚟啊，好嘛？好 ，thank you，拜拜。